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6月2日公視台記台下晡新聞，我是陳淑君。咱先來看今仔有啥物新聞重點。台股第5日節過後氣勢真好，今仔開盤大起，收盤是起1276點，嘛徛在47000點的關卡。今仔早起，軍方一台巴士佇高速公路五楊高架落南的路段啟動着遊覽車，嘛引起連環車禍，造成11人重傷。中度風颱米克拉明仔載可能會增強做強烈風颱，拜三、拜四上晚近台灣各地會開始落雨，風颱應該是袂直接影響台灣。來看美國甲伊朗簽備忘錄，所以頂禮拜美國是大起，5日節連假休息，今仔台股嘛大起，一開盤指數又閣破紀錄，起到47871點哦，台積電嘛起破2500塊，聯電今仔嘛起到真棒，嘛已經起到160塊咯。今仔早起，韓國佮日本的股市嘛攏大起，有金礦集團調查嘛顯示講，有一半的民眾是對台股未來看法真樂觀。也毋過，嘛有真儕人認為，這賣風險是真懸。美國伊朗簽備忘錄了後，美國頂禮拜是收紅，拜日亞洲股市開盤起的趨勢猶閣佇咧繼續。韓國綜合股為烏變紅，早盤閣要起超過2%。日本股市是佇咧7萬點頂頭徛在，早盤閣起超過1000點。台股閣寫歷史新高的紀錄，盤中上懸約有47871點，起超過1004點。挑戰48000點，資金呢持續流向 AI 半導體的一個股票，美光股價再創新高，台積電 ADR 也大漲創高，所以今天呢台股重新開盤之後補漲。台股強滾，除了美國收紅，國內的晶圓大廠嘛貢獻足濟。拜一台積電股價閣變新高，上懸2590塊，起100塊。也那聯電是起真棒，來到106塊。其他像講記憶體表現嘛真強，華邦電起超過3%，南亞科起超過9%，雖望股市是真樂觀，啊毋過有法人就提醒，美的停火協議有進展，啊毋過後邊會安怎行，要是會影響到市場的行情。油價的能不能夠像布蘭特原油能不能夠回跌到70塊錢左右？美光的財報以及呢輝達的股東會要在這個禮拜舉行，那可能對股市呢會造成一些的影響。雖望講中東的局勢可能有改變，啊毋過股民信心是滿。根據國泰金公布，6月國民經濟信心調查報告，有關於49.6%的民眾想要甲定期存款解除，換做用現金來買台股。也那民眾對台股的樂觀指數嘛爬起哩54.5，風險偏好指數調起哩40.6，攏是變歷史新高的紀錄。居高思維，所以他覺得現在呢可能不是好的買點，而是賣點。他或許在等未來如果有比較大幅度的修正，那他再重新進場。不止個，台股佇咧5日節了後，無短足的跡象，電道閣衝破47000點。啊毋過專家就呼籲國際情勢要是有變數，呼籲投資人就愛謹慎細緻。記者綜合報道。來看今仔早起7點48分，有一台軍方的4台巴士甲遊覽車佇高速公路五楊高架落南的路段相撞，有11人著傷哦。警方初步調查指出，講這親像是因為軍用的巴士無保持安全距離。國防部嘛表示，講車禍原因，警方佫會調查。軍用巴士的車頭弄甲爛糊糊，國道1號5股到油門高架橋路南43.8公里發生嚴重的車禍，敢若是軍用巴士無保持安全距離，弄到頭前的遊覽車，佮掃到一台轎車甲貨車，造成這個軍用巴士頂懸包含駕駛11人受傷，現場隨啟動大量傷患救護機制。軍用巴士疑似未保持安全距離，撞擊前方5大客車，並向右閃避，導致行駛於右側車道小客車緊急剎車，遭後方小貨車撞擊。事故發生的是軍用巴士的駕駛掉佇車內底，消防人員甲伊救出來，骨頭敢若有斷去，目前狀況穩定。因為車禍佔用3個車道，造成後壁塌了2公里長。啊，那桃園市消防局表示，因為受傷的人較濟，部分的人送去到部立的桃園病院，嘛趕緊請新北市消防局鬥相共來載人。啊，那啟動的遊覽車是對台北要去到桃園機場的交通車，警方對遊覽車、轎車也閣有貨車的駕駛做酒測，攏無食酒。啊，那軍用的巴士是閣愛做酒測。共造成11人輕重傷，且小巴駕駛有受困的情形。目前患者已經順利脫困，並將其送醫前往治療。針對這單車禍，國防部表示，這台軍用巴士是執行人員在做運輸任務的時陣發生車禍，受傷的人已經送病院治療。啊，那專案的責任會交予警方來處理，辦後邊的手續。
嘛繼續強化部隊行車安全的教育，也閣有防衛駕駛的觀念。記者綜合報道。國軍年度的備戰操演今仔開始，連續5日咯。今仔早起，陸軍的269旅也出動飛彈車、軍百架車、炮車、各戰車來進行因應解放軍總統的演練。有攻頂甲反裝甲的能力，國軍反制中國戰甲車、坦克殺手、拖式飛彈車出現佇桃園地區，立即備戰操演來起鼓，防範中國登陸本島執行突襲空降作戰。幾廿隻軍百架車對佇拖式飛彈車後壁為基地出發，機動部署到戰術位置。CM22迫炮車、CM11擁護戰車、通信車嘛同齊演練，透過戰場經營強化實戰化訓練。國軍防範共軍遊訓傳演、由遠轉戰，今天起1連5天的執行了5天的地圖備戰操演。第一天由陸軍269旅打頭陣，守護北部的重要設施。國軍立即備戰操演執行計劃性、非計劃性操演，透過無同狀況，讓軍隊熟悉戰鬥實務甲戰場環境，強化快速兵戰轉換、優先部署行動。這嘛是國軍年度練兵3部曲的頭一部，刷落來，閣有7月頭一擺進行的聯合防禦操演。當頭戲是漢光42號演習，會佇8月舉行，結合民防後備部隊檢驗全社會防衛韌性。漢光之前的一個小型的一個小漢光，陸軍不管是 M1 戰車、海馬士等等，我們其實擁有很多的一些新的武器。那新的武器要如何在這一次漢光演習之中去表現我們的一個實力？我覺得這一塊會是這一次的立即戰備操演的主要目的。只不過國軍開始立即備戰操演的前一天，中國就宣布執行今年第2屆遠海導航。中國幾廿隻機艦前往西太平洋，演訓範圍為第1島鏈延伸到第2島鏈。國防部發布偵查到中國運機23台次，其中超過中線進入北部甲西南空域20台次，結合中國軍艦7隻、公務船5隻出海。印太地區的局勢是繼續緊張。華爾街日報指出，中國已經在台海常態性部署5-6隻軍艦，顯示中國正在豆豆救援對台灣的包圍。過去他7次對台軍演成效非常的有限，甚至造成國際社會的反彈，所以他在今年開始就是採用這種中性的所謂遠海長航。學者分析，中國唔但用武力威脅台灣，嘛利用海警船、中國科研船、公務船侵犯太平島在內的台海水域，想要表示因佇台海有管轄權。若台海前線有海巡捍衛海疆，國軍嘛做好準備，防止中國遊演轉戰的野心。記者綜合報道。立法院中韓國瑜總是帶入位訪問團去美國，今仔頭一站是去亞利桑那州，會去考察台積電哦。行政院閣再提出2100億無人載具採購特別條例，外界嘛認為講美國應該想要趁這個機會來了解韓國瑜甲國民黨對無人機的立場。另外，國民黨嘛打算要來提出無人機產業發展條例。含朝野立委鬥陣食飯，立法院長韓國瑜帶團去訪問美國，頭一站就到亞利桑那州考察在地台積電的廠區。也那這個時陣，拄好拄到行政院閣提出2100億的無人載具採購特別條例，外界就關心美方可能借這個機會了解國民黨對無人機的立場。1.25兆是台灣跟美國共同討論商量的一個結果，所以上一次啊。這個刪除了這些預算，不但一定程度的傷害了台美關係，一定程度也傷害了中小企業的心啊。其實韓院長也可以借這個機會啊，跟美方表達國民黨的態度。好，那我想這個是建立台美關係非常重要的一環。民進黨團呼籲韓國瑜，得甲朝野的立委靠做伙，趕緊甲特別條例審議。不一個國民黨主席鄭麗文前幾天就講，當咧認真思考國民黨版本的無人機條例可能性。台中市長羅秀燕嘛表達支持，國民黨台中的立委就表示，黨中央甲黨團當咧密切溝通當中。也有委員非常積極，有自己在寫相關的版本，最後都會納進來一併討論，真正花在刀口上，好讓無人機能夠真正落實到發展，又能夠被監督。根據了解，有一寡國民黨的立委就認為，若甲特別條例比起來，更加瓦向推設無人機產業發展條例，也是採購無人機規劃納入年度的預算，強調安尼才會當落實監督。記者綜合報道。
衛生福利部公布去年各年的10大死因，感情連續44檔攏排佇頭名，感情一檔的死亡人數是54000多人。10大死因的排名無變，除了感情甲腰子病以外，其他原因的死亡率嘛攏有降低。衛福部公布114年各年10大死因，10項死因攏甲113年相同，前3名分別是感情、心臟病甲肺炎，但是整體死亡率有降0.6%，死亡人數連續3年下降。衛福部表示，感情已經連續44年排佇10大死因的頭名，去年的死亡人數計共有54838人，其中肺癌、腰鞘癌和卵巢癌的標準化死亡率和113年相比嘛加較懸。沒有一個好的一些篩檢的一工具，那適合來做篩檢，所以我們也呼籲民眾，如果有發現就是本身有這個，特別是有糖尿病的族群，那或者是慢性這個胰臟炎的一個這個族群的部分，如果有發現所謂的上背痛，那或者是這個我們的腹痛，那建議及早就醫來做發現。民眾如果有發現自己就是有所謂的腹部的腫塊，或者是噁心、嘔吐等等情況，那也建議及早到婦產科這邊去做一些就醫。衛福部指出，10大死因內底，腰子病是慢性病，死亡率的變懸和高齡化有關係。為了量早預防，衛福部也提醒，政府自去年開始，補助成人健康檢查服務的年齡範圍已經降低到30歲，鼓勵民眾就要加使用。我們以前健保署的腎病的計劃是先從洗腎嘛，那洗腎後我們就往前了，現在是從比較嚴重的可能會接近洗腎的部分的計劃，再往前就是慢性腎病。那慢性腎臟病的部分，因為最近有相當多的新的藥物已經出來了，我們會結合這些新藥，讓這些病人能夠提早去使用，延緩它的整個惡化。另外，根據統計，10大感情死因的順位也無改變，肺癌、肝癌和腸仔癌排佇前3名。那10大死因當中，行底路想袂開的，同款排佇第10名，死亡人數比去年較減。除了15歲到45歲青壯年自殺的趨勢降低，65歲以上的老人自殺率嘛已經連續3年愈來愈低。衛福部表示，未來會繼續增進身心健康的醫療服務，對預防開始，希望會使繼續降低無共病症的死亡率。記者桂宗林、曾俊佑台北報道。來看西非奈及利亞一個7歲查某囡仔得到先天性無公證，一出世就無法度排泄甲食物件。今年3月，民間團體協助，互伊來台灣治療，手術了後恢復了真好，嘛已經準備要出院了。病院嘛為伊來慶祝。我們主要做了2次手術。那第一次的手術是幫他把肛門直腸做好成形術，讓他的原本沒有開口的肛門，讓他直腸可以拉出來之後，再形成一個正常的肛門讓他使用。那第2次的手術就是在確定好他擴肛都 OK 了，擴肛它的功能 OK 了，那它的腸道功能 OK 了，我們才把它的這個暫時性的腸造口把它做關閉。I'm surprised because it's just doing me like a movie. Is it real or is it's not real? But I just thank God for everything. Taiwan people, you are good. 醫療團隊表示，講無公證手術咯，甲麻醉的風險是真高。經過4個月2階段手術的治療，查某囡仔完成西腔中間甲腸仔中間的手術，或者查某囡仔未來會當正常來生活，來面對伊家己未來的人生。再來看今仔早起7點外，台中市東區進化路一間國小，有學生囡仔在摒掃的時，予虎頭蜂叮到，受傷的囡仔送病院，加賽是無介嚴重。學校嘛表示講，已經有通報農業局來處理了。有家長是批評學校無事先來防範，要求講應該愛徹底來檢查校園。冷氣的室外機下骹一個芳香親像排球這爾大，台中市東區進化路一間國小，離有人去虎頭蜂叮到，一個10歲的查甫囡仔，佇咧早起咧掃塗骹的時，去虎頭蜂叮到傷，馬上送去病院治療。頭部跟手有腫脹的情形，那這樣就是有老師陪同，然後送到中國附醫這樣就醫。查甫囡仔受傷的所在，大部分攏是佇咧手抑個頭。送病院了後，人是無要緊，已經轉去學校上課。校方表示，平常時攏有注意學校的環境，因為芳臭的所在，拄好佇咧冷氣室外機下底的死角，無法度即時發現。那個蜂窩的狀況，它是在那個冷氣機的下方。那其實你要發現，其實是有點困難的。尤其是在陽台的部分。為什麼學校沒有去就是注意到這個部分？那我覺得說學校應該要加強這部分的安全。
台中市農業局接到報案了後，派人去甲芳收辦落來。學者講，即個上人的品種是台灣都市抑個郡高接會出現的三節啦。目前當是因生團的時陣，所以定定會看到。基本上它是在春天的時候出來，豐後會出來築巢。好，我們常常發現是在4月底。4月中下旬左右，這顆球會繼續，如果你沒摘除，會繼續發展下去，到秋末的時候就是全盛時期，可能好幾千隻甚至上萬隻。學者講，台灣定定看到的虎頭蜂有8個品種，甲烏尾啊，抑個大頭蜂比起來，三節啊攻擊的力頭是較細，也毋過若是無細力去互真濟隻攻擊，或者是體質較敏感的民眾，嘛是有可能分去甚至無命。提醒民眾若去發現到蜂，千萬毋好去甲因交了。記者綜合報道。昨午是下佇台灣各地溫度是攏真懸、真熱熱。佇南投草屯有一個80歲阿公哦，下晡日頭是真大，伊個佇菜園內做事着煞昏去。加上有糞掃車經過，互清潔隊員發現，趕緊叫救護車，甲人送去病院。救護車載80歲阿公去病院，因為老大人下晡3點去菜園仔做事，天氣傷熱，佇日頭殼曬傷久，着煞昏去。加在迄陣有糞掃車經過，清潔隊員看到，趕緊落車去救。你幫我等你烤無？係啊，上你手先綁好，先給它扶起來。因為我從那個高度看到那個田邊下去，他剛好人就躺在地上這樣。我本來以為他是坐在那邊啊。對啊，我發現說，他怎麼都沒有在動？剛剛下車問阿伯講，阿伯你安怎無？伊講救命啊！伊就逐工都吼，足久來攏佇菜園，遮熱的天吼，嘛是佇菜園啊，咧烤草安尼啦。好佳在有清潔隊員看到，甲老阿伯插去邊啊較涼的所在休困，嘛趕緊通知林長鬥相共。禮拜日是夏至，天氣已經進入熱天，會愈來愈熱。根據衛福部統計，全台灣自6月7月日到6月17，加起來已經有179人次熱甲着煞。急診室的醫生嘛呼籲長輩盡量唔通一大日下骹曬傷久。最近剛好是夏至哈，所以天氣特別悶熱哈。那老人家哈要避免外出。那如果不得已在戶外工作的話，穿着要寬鬆的衣服，多喝水，多補充一些電解質、鹽巴之類的。天氣有影燒熱，根據氣象署的資料，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高溫普遍攏會有36度，醫生嘛呼籲時大，日頭赤焱焱，愛加啉水，也要種田，嘛愛等無日較涼的時陣較去，較袂去熱着。記者安怡秀南投報道。新竹動保團體最近發現講有人佇網絡在賣台灣高山仔，一隻是賣1萬塊。這天嘛甲警察配合，驚訝講要買，雖然這嫌犯是想要落跑，也毋過最後嘛是互警察抓到，嘛成功救出一隻1歲外的台灣高山仔。大大蕊的目睭看起來模樣真古錐，這隻高山仔就是互細感的嫌犯放佇網絡拍賣的商品。趁嫌犯等紅燈趕緊衝去頭前，大聲喊車頂的人落車，才順利抓到人。新竹縣動保團體進前發現，有人以一隻1萬塊的價錢佇網絡頂面賣台灣高山仔，隨假影買約見面，也通知警方到現場抓人。協會的志工上網去得知這個事情，然後來告知我們那個議員的服務處這邊對方開價一支就是1萬塊錢。那後來經由三民派出所這邊圍捕都有順利的就把它圍捕下來。相關單位指出，雖然台灣高山仔佇2019年已經改做一般類的野生動物，不過同款袂當掠，也袂當飼，更加袂當買賣。沒有經過許可飼養野生動物，將觸犯野生動物保育法以及動保法，在這邊呼籲民眾切勿任意飼養野生動物。台灣獼猴這類的野生動物，潛藏人畜共通傳染病的風險。農業處表示，按照野生動物保護法規定，民眾私底下買賣台灣高山仔，相關會罰30萬。目前專案已經移送地檢署偵辦。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再來看有動保團體表示，講山豬條限制，常常造成野生動物斷腳斷手，所以動保團體是要求政府應該愛受野生動物保護法，全面來禁止山豬條。嘛，伊個講6月27，因要去總統府的頭前來呼籲民眾得愛保護野生動物。但是我再加1公斤，現在2公斤，它還是啟動了。
一條鋼索熊熊索岸，甲搭接限制動物白條條，一隻動物如要逃走，鋼索就索入岸，直直造成動物斷腳斷手。動物團體現場示範，新型沙地條對野生動物的危害。動保團體拜一伫立法院開記者會，講沙地條無差別傷害動物，對野生動物甲籠動鳥狗攏會造成危害，要求全面禁止。31隻9死，居然還要再發放鼓勵來抓這些黑熊，再來石虎剩下500隻，已經20隻死了13傷。我們的農業部長在114年，其實他就在立法院承諾過，1年之內要禁止山豬釣，現在都已經幾年了。農業部長是這樣子的，把這個動物保護政策當兒戲。動保團體指出，2020年統計到今，沙地條害31隻台灣烏鴞釣鹹者，其中有9隻死亡。若2023年到今，也有害到9隻石虎，其中有8隻死亡，顯示沙地條對野生動物的危害是真嚴重。動保團體表示，目前沙地條的規範無夠嚴格，主張着受野生動物保護法明確禁止這類鹹者。我們呼籲，就是立法院希望他們可以快點去修法，去禁止掉這個山豬釣。動保團體表示，這擺記者會是為着6月27日拜六佇凱達格蘭大道舉辦的集會活動暖身，希望解套選啊好友新林，要求政府全面禁止沙地釣，而且進一步立法規範相關鹹者，保護動物的安全。記者郭正陽、王志剛台北報道。氣候變遷天氣是愈來愈熱。中研院經過7檔的研究甲觀察，發現講溫度熱指數超過36度，比例上懸的所在是2+2。台北嘛，因為盆地地形小氣透袂出去，所以熱指數是排第2名。5日做連假真大雨，真濟民眾會去耍水來消熱。氣候變遷加重和極端的高溫，慢慢變做正常化。中研院環境變遷中心團隊佇全國架設20個及時的觀測站，經過2016到2022年總共7年觀測，發現綜合溫度熱指數 WBGT 超過36度比例上懸的觀測站頭一名是4+2，有14.3%觀測帶超過36度。盡量就讓他們待在比較陰暗的地方。就是可能有陰影啊，或者是樹下。無阿地的，愛加啉水，安尼較袂掉沙。中心副主任梁世存分析，家己可能因為北回歸線通過日頭直拍的關係，所以觀測平均值上懸。隨上 WBGT 同時考慮氣溫、相對濕度、日頭的輻射抑有風速，時常會使代表人體生理所受熱壓力的指數。根據統計，嘉義縣6月到即陣已經31件敢若熱傷害送醫的案件。也台北盆地因為盆地加上都市化原因，有12.8%觀測帶超過36度，排名第2。最近天氣真熱，氣象署2日也對雙北這14縣市發布高溫的警訊，其中台北38度極端高溫出現機會，新北市連續出現36度高溫的機會。整體的高溫大概到週3都是還是蠻類似的狀況。我們可以看到比較深紅色的區域，或是甚至大台北這邊有一些偏紫色的地區，都還是比較高溫的情形哦。包括花東縱谷這邊。因為太平洋高壓被影響，高溫真熱天氣會到24。也來25到26受米克拉風颱外圍雲系影響，西半部甲宜蘭地區會開始有局部落雨，提醒民眾愛注意。記者綜合報道。國際新聞來看歐洲的法國，昨日溫度嘛超過40度，所以全國一半的所在攏發布紅色高溫警戒。另外，包括意大利、西班牙、甲德國，天氣嘛是真熱哦。美國猶他州是發生樹林大火，嘛已經燒掉大約1/3台北市的面積咯。6月21日，法國巴黎街仔頭有大陣來參加年度音樂節的民眾，迄天氣溫來到40度，全國49個省，等於是超過一半的國土攏發布紅色高溫警戒。雖然民眾也是真享受音樂，不過嘛是有人袂堪得。J'ai la chance de pas avoir trop chaud chez moi. Du coup aujourd'hui je suis sortie que ce matin et tout l'après-midi je suis restée chez moi. 為着要涼一個，真濟民眾跳入協和廣場的海洋噴泉，也有少年人跳入聖馬丁運河。法國這波熱流是由撒哈拉沙漠向北下過歐洲西部的大又閣熱的空氣所引起的。為着避免民眾嚴重脫水，1中晝開始，紅色高溫警戒區已經禁止在公共場所飲酒，戶外運動甲公共集會攏嚴格管控，甚至取消。埃菲爾鐵塔等等景點已經設緊急降溫甲噴水霧的設備。Und man muss natürlich aufpassen und möglichst im Schatten bleiben. Wir wandern, wir laufen hier draußen.
若是法國，包括西班牙、意大利、甲德國，也攏當咧經歷歐洲今年第2波熱流。西班牙預測上關溫會來到44度，會一直繼續到6月24。官方甚至將世界盃卡球賽嘅荷瓜球迷觀賽區關起來。Fatal. Meterse en buenos sitios refrigerados, con buena cervecita y agüita fresquita. Es horrible esto. La que no ha caído. Fatal. 也若美國猶他州嘛，因為燒熱、可汗甲透風引起火燒山，燒的面積已經要過90平方公里，差不多是1/3的台北市。當地尤里卡小鎮1000個居民趕緊撤離。這場予人講做是鐵火的火燒山，目前也無任何受到控制的現象。公視新聞警官強編譯。再來看佇卡達甲巴基斯坦的協調，美國甲伊朗總是佇瑞士來進行第1輪的談判。也毋過，美國總統川普是嗆講，若伊朗無法度來約束真主黨，美軍會閣來發動空襲，甚至會考慮要來接管荷姆茲海峽來收過路費。這嘛，互伊朗的代表團是非常的不滿，按算講要來拒絕會談咯。也毋過，上新的消息是指出講，談判已經收煞，雙方同意講要成立高層級委員會，60天內會來達成協議。美國甲伊朗代表團21日佇瑞士進行外界正矚目的高層談判，不一個會場外口火藥味說是正重。Well, first of all, we've seen great progress over the last just couple of days in ensuring that the ceasefire holds in Lebanon. These things are always a little bit messy. 美國總統川普佇談判迄檔講鋪文，嗆聲若伊朗閣毋阻止真主黨，美軍會進行閣較強的轟炸。川普甚至威脅要軍事接管荷姆茲海峽，閣要加收通行費。消息一出來，國際油價隨對咧大起。美軍中央司令部嘛發布戰機巡邏影片等軍事能力。美方強硬行為，和伊朗代表團暫時停止會談。لبنان بیش از همه مورد تاکید قرار گرفت و طبیعتاً اگر در خصوص لبنان که یکی از جبهه‌های اصلی است که باید خاتمه جنگ در اون اعلام بشود این اتفاق نیفتد حتما موضوعات بعدی مورد مذاکره قرار نخواهد گرفت. 伊朗代表強硬反擊，被美國講話較細緻咧，閣強調佇以色列停止對黎巴嫩的軍事行動進程，談判無法度切入重點。We destroyed over 90% of the 150,000 rockets and missiles that Hezbollah amassed against us. 雖講以色列範圍會持續駐軍，不過佇卡達甲巴基斯坦的敲擊之下，美伊雙方將機會也是點定啦，繼續談判。That says to the people of Iran that if your leadership is willing to give up being a driver of regional instability, if they are willing to give up nuclear weapons ambitions for the long term, then the United States is willing to fundamentally transform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at country. 巴基斯坦甲卡達隨後發表聲明，講比伊談判有具體進展，雙方同意成立高層級委員會，目標是佇60天以內達成最終協議，將對荷姆茲海峽嘛建立交通熱線，確保商船通行的安全。伊朗外交部長阿拉基會談了鋪文表示，伊朗佇石油出口甲解除資產凍結方面有進展，接落來會交予技術小組繼續甲美方談判。坎坎坷坷，美伊第1輪談判總算是順利落幕。公視新聞4派選編譯。再來看烏克蘭的無人機部隊轟炸克里米亞飛條油庫甲雷達站，嘛造成4個人死亡，28人受傷，將克里米亞油攏佔天買賣。烏克蘭是用無人機的優勢，要來切斷羅西亞的經濟，逼普丁過來談判。烏克蘭無人機部隊指揮官透過鐵路管發布影片，顯示羅西亞控制克里米亞克赤一個油庫碼頭啟航攻擊，另外克里米亞庫羅爾特內一個雷達站嘛正做攻擊的目標。烏克蘭這禮拜6禮拜對克里米亞發動大規模無人機的攻擊，另外克拉斯諾達沿海咧送燃料的設施嘛起航攻擊，致死1個人死亡。渡輪的服務嘛捌斷過一群。烏克蘭這幾禮拜對能源設施也有羅西亞油罐車做無人機的攻擊，致使克里米亞出現2014年啟用併吞以來上界嚴格燃料限制措施，當地加油站已經無限期停止賣油予非國營企業，也有老百姓。Уважаемые крымчане, с 9:00 на крымских АЗС отпуск топлива за наличный и безналичный расчет и за талоны юридическим и физическим лицам будет прекращен. Топливо будет отпускаться только служба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 службам, которые обеспечивают жизне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Республики Крым. 克里米亞西反保持的加油站，因為無要賣油，所以這真正無幾隻網，加袂到油的民眾嘛，非常的無奈。Да как, будем ориентироваться по обстановке, надо будет пешочком походим. Всего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будем меньше ездить, пересядем на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транспорт, на велосипед, пешком. 克
KTVR 是羅西亞烏海艦隊的本營，嘛是熱天大家真愛去佚佗的所在。烏克蘭的無人機最近是象徵羅西亞的能源設施，自3月到今已經直直拍羅西亞的燃油廠至少20外擺。啊，那烏軍這波的攻勢，目的就是為着要斬斷羅西亞前線作戰的能力，打擊因燃料的出口，甲因趁錢的這條路甲斬斷斷。啊，毋過安尼做一定會互羅西亞發動新一波的報復。烏克蘭的前線拍甲熱噗噗，啊，那佇後壁的首都幾乎是典型公民社會淪陷的生命力。有5000多人徛上街仔頭參加幾乎冬季的驕傲遊行，大聲喊講希望佇個戰時的烏克蘭會使爭取兵權，和同性伴侶的關係會當合法。雖然現場有出現一寡反對的人來抗議，也毋過活動上後壁是和平來結束。公司新聞張淑芬編譯。過來消息來看，宜蘭有民眾看到講有一台車哦，佮有人還未上車就關門，車特別駛歪駛走，還未上車的囡仔已經跋倒，佮險啊去互車輪哦搞過。警方查到講，這個駕駛毋但無駕照，嘛已經違反着兒少法，已經通報社會處咯。民眾的行車記錄器翕到頭前的轎車駕駛上車了後，後壁囡仔要開車門，都還未上車，駕駛就雄雄駛頭。民眾看到趕緊大聲喊救。囡仔跋倒了後，去用拖一段路，佮險險啊，互車輪交過。好佳在後壁無車，囡仔隨互路邊的民眾扶插起來，駕駛紅火停了後，無隨離開。這個駕駛互民眾喝休了後，才轉來囡仔身軀邊，把囡仔帶去哩車頂，啊毋過煞弄紅燈。這件代志佇咧宜蘭發生的，互真濟親目睭看到的民眾攏駭頭。怎麼樣？這很誇張那個家長這樣做不行啊！是，我會讓他們上車之後關了門，我才去開車啦。警方接到通報了後，通知這個查某的駕駛，啊毋過伊煞無到案說明，隨點開家庭訪問，查到這個駕駛除了無駕照，佮涉及違規停車等等足儕項道路違規的行為，也若駛車甲囡仔拖，嘛涉及違反兒少法。非故意使兒童受傷的話，依剛剛所提49條第1項第12條規定，他會處6萬元以上60萬元以下的罰。細念的駕駛就講，伊是去超商領貨，無注意到查某孫仔無上車，毋是挑意過。警方就表示，這個駕駛的行為，若毋是故意互囡仔受傷，依照兒少法，也是會當罰6萬塊以上60萬以下罰金，而且會當公布名冊，專案會通報社會處來調查。記者綜合報道。過來，食毒塞車也是食酒塞車的狀況攏真嚴重。今年1月、2月2個月，全台灣哦，就處理8400多件食酒塞車。昨在新北市中和，閣有駕駛哦，拒載酒測落跑，路尾嘛發現講，這個駕駛毋但食毒，閣食酒。另外，在新北市10指哦，有一個騎獨擺民眾，互檢舉講林密路閣騎車，警方是閣會抓人。查甫人佇遐拍噴，警方提槍趁這個事甲制服。隨報已經紅課咧，由於繼續抵抗，甲警方激烈糾絡。原來伊毋但涉嫌毒駕，閣有食酒。男子酒測值達0.46毫克，令唾液快篩結果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全案警詢後，依毒品危害防治條例、公共危險等案移請新北地檢署偵辦。涉案的59歲姓尤的查甫，暗時10點多，佇新北市中和中孝街，因為賽車弄紅燈，互警方抓落來。毋過涉嫌毒駕，閣有酒駕，伊拒絕檢驗，加速要逃走，將基尾也是互逮捕。同一天較早8點外，新北市汐止嘛有騎歐多擺，佇樟樹二路巷仔內臨停，雄雄提起米露灌一大喙，又閣繼續騎。毋過警方接到報案到場，已經無看查甫人。目前已鎖定駕駛人身份，並制發通知書通知到案說明。全案後續將朝向涉嫌公共危險偵辦。無論毒駕還是酒駕，攏是道路安全無定時炸彈。今年簡單前2個月，全台處理酒駕都8430件，甲去年同期比起來增加30%。面對食酒賽車亂象，安全駕駛監督聯盟建議，對高風險的酒駕者，會當傳細胞感染示警。不管是酒測值低於0.25的違規，或者是含0.25以上的涉及公共危險罪，政府應該做警示型的細胞簡訊。除了簡訊，安甲明嘛主張，目前已經戒酒的人在犯率是明顯降低，認為應該強化戒酒，多方式防止食酒賽車。記者綜合報道。
再來看高雄19號嘛，駕駛方掠着講食安非他命閣騎車，而且嘛已經是第3屆方掠着咯。警方是開一張183600塊的紅單，嘛互法院裁定羈押。即賣行政嘛已經修法，7月開始會來加重處罰。這查甫人若閣方掠着，得罰27萬，駕照嘛互吊銷，3檔內底嘛袂當閣考。大哥，你在前面有變換車道的時候，幫我打個方向燈哦。變換車道。19在高雄高山的博愛路頂懸，48歲姓蕭的查甫人，因為騎車偏來偏去，閣無拍方向燈，去互巡邏員警察落來查，想要到究閣是食毒騎車。你車上查獲有毒品哈，那警方我跟你說，我們要對你實施毒品脫離快篩試劑，安非他命陽性反應，好，跟你講哈。這真的是標準的，不要僥倖。方掠着食毒騎車，姓蕭的查甫人講唔通傷可惜，因為警方閣進一步查出，伊這個月初2嘛，共款因為食毒騎車防撞着，去年4月嘛有一屆，這月已經是第3屆啊。高山分局也是依法開罰，姓蕭的查甫人也閣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羈押。男子駕車不依規定使用燈光及10年內再次毒駕之行為，均依規定舉發，最高可處新台幣183600元罰鍰。為了阻止這款毒駕罰唔驚罰袂改的風氣，行政院已經修法，對7月開始，只要查到食毒騎車，頭屆就罰9萬，汽車是罰12萬，第2屆以上，大概攏愛查9萬起哩，而且罰款的累計是無限制。另外，毒駕也是機車會互吊銷駕照，3年內袂當考照，沒入車輛。若是造成有人重傷死亡，1世人攏袂當考照。未來公車乘客嘛愛連帶受罰，也閣預防性的吊照制度，毋茫透過重罰的做法，和毒駕的人袂閣有可惜心態。加重毒駕拒測行為的處罰，無論有無肇事，只要毒駕的累犯，就終身不得再考照。食毒賽車就親像無定時的炸彈，除了加重罰則，內政部18暗時也啟動全國的食毒食酒賽車大執法，其中高雄佇咧51台臨檢點，攏總查到13件食毒賽車，也當場沒入車輛。記者柯家祖、柯兆陽高雄場報道。再來看嘉義的新港澳，種真濟應菜，佔全國產量的6成。前幾港澳是連續落大雨，應菜是攏爛去，所以最近1公斤是起到100多塊。溫室內底種的應菜，葉仔頂面都有出現一寡冷氣的狀況。農民講溫室內底溫度上高，應菜較會有這款問題。像我的溫室的話，它是沒有流水口的，沒有流最高，然後它水的話是沒有辦法排掉，所以你灌溉下去的話，它的鹽分一樣都是在那邊循環。對，然後到天氣熱的時候就會有這個問題。農會表示，新港的應菜除了客座以外，大部分攏是農會運銷到果菜市場。進前天氣熱，應菜生了緊，量濟價小歹，所以農民減少來種。結果一禮拜外的大雨，互菜價佫起來。但是新港在地應菜會當收成的量甲狀況，煞無講介理想。無這大水來的時陣，因的菜價都無最好啊，吼，就是菜價沒有那麼穩定那麼好。那又因為這次下大雨，這幾天這樣下來，災損的部分，這些空心菜啊，菜鱸也一定有影響。之前菜價便宜的時候，農民的話就是會種比較少，對啊，加上說你梅雨季來臨的時候量少，然後梅雨又下來，然後菜又被超市買走，自然而然那個到貨量就會比較少，所以價格整個就是像做溜滑梯這樣子往上飆上去。對，農民表示，應菜生長差不多要半個月的時間，雨啊應菜若是拄着雨路上大，若生長會較慢，嘛較會有水傷的問題。溫室的應菜就是驚溫度相關的冷氣。溫5月節到單，應菜佇果菜市場的價格1公斤閣有100多塊左右，但是因為天氣較減靜的原因，看到即馬菜斤的價格嘛是種袂赴通賣。記者林慧婷家己報道。再來看雲林的大溪粉葉啊，嘛是因為進前落大雨，又閣出大日頭，稱高溫哦，粉葉啊是死真濟，有的地啊甚至死甲剩無一成，農民哦是要靠無瓦使。為氣溫啊高出粉葉，無管大細了，多數攏已經死亡。養殖戶真無奈，因為控着控8的大雨，未少氣溫啊的天花風沖倒，大量雨水衝入，造成水質嚴重降低，大量粉葉就安尼死亡。雨水是濟，即擺咱咧家咱台蛤蟆是淡水海水，啊即擺是濟淡水甲咱沖掉，沖得像正。剛剛這邊有一道，咱蛤蟆種的我也差不多。
有勇士號的粉橋死亡率達到9成，一公頃就損失150萬。因為最近幾年，當年黃川雨季，大西沿海粉橋就會連續出現大量死亡災害，也有勇士號認為，除了氣候變遷，雲林地區勇士的粉橋災數十年來攏是真空環蝕，所以先天的體質就無好。與外國引進新的品種來。來配合咱的品種，咱的水質，來重新產生新的文革苗。咱這養殖的才有發動更上一層樓。無定定安尼着，每一年的這個5月、6月、7月，這個梅雨季節，攏大量暴斃。除了最近鹽度降低，落雨了的好天氣，也讓氣溫底土的溫度得以升懸。亞硝酸阿摩尼亞等濃度提懸，一旦有粉橋死亡，細菌更較會褪色擴散，和損害擴大。可能在出太陽之後，這2天可能都會請呼籲養殖漁民可能要去注意一下。如果說有延遲性災害的部分，可能要趕快通報公所。雲林縣農業處表示，最近陸續接到各公所回報，對延遲性勇士災害立即啟動訴訟會勘，各種結果通報農業部。記者綜合報道。內政部這禮拜3要開大塘橋頭塘廠土地變更案的審查會議哦。環保團體今仔是開記者會批評講，這個會議違法獨立大塘，嘛至於講有學者哦做大塘的獨立董事，佮兼審議會主席是救援兼裁判。內政部國土署嘛強調講，已經有要求這學者都愛回避。違法會議，違法會議，控訴。甲口號大聲化批評大塘橋頭塘廠的土地變更案審查大會是違法的會議，可能涉及道理。足濟環保團體舉行記者會，批評內政部也是要舉行橋頭塘廠案的審查大會。毋過做大塘獨立董事姓張的學者，竟然兼做區段定壽小組的審計主席，這期是救援兼裁判。現在還沒變更前，還沒區段徵收前是550億，區段徵收後會變成破千億。所以這樣的一個狀況呢，明明裡面就有古董、球員兼裁判。環保團體就質疑，這個案件若是通過，大塘可能會得到500億的利益。毋過這片森林有自然的溪流，內底還有鐵雞等保育類的動物，應該保留綠地、保留生態。公益性的部分要考慮生態跟永續發展，而我們如果能夠把這邊的森林綠地留下來，它可以讓我們國民享有生態豐富的清涼綠蔭，讓那些保育類的鳥類有地方住，讓螢火蟲可以繼續的棲息。如果土增這個大會通過，橡皮圖章蓋下去，接下來就是都計的這個橡皮圖章。嚴正的呼籲，廉政政風，請不要已讀不回。因為這個有利益衝突，環保團體強調會把相關的事情交予廉政、政風等單位加專案檢舉，涉及道理罪。也那內政部國土署就強調，已經請西長的學者回避。未來未參與相關的會議，尊重多元的意見，一切攏照都市計劃法來辦理。記者綜合報道。台東縣要舉辦台東博覽會，7月初3就要起稿了。今嘛先邀請台東縣議員來參觀哦，因為真儕人是都毋捌聽過有這個博覽會，所以議員嘛要求講，得愛趕緊宣傳。另外，台東縣的動線嘛需要改善。台東博覽會自7月初3起稿，會一直到8月20日。在台東市的7大展場也擱咧布置。不離個台東博覽會到底是啥咧？濟在地民眾甲單也擱沙無，若是遊客嘛是看到現場的布置才知影。台東博覽會是，我也不太知道呢。大概知道，因為看好幾個有景點有這樣的一個廣告或者一些擺飾已經有出來了。離開幕較無2禮拜，台東縣府第2臨時會開始了後，就邀請議員去考察開始以外台東博覽會進度。議員嘛去台東縣立體育館的主管場看，這是以外學校做主題。設展的單位就講，這是為着要呈現台東國族群生活的面貌，嘛有體驗的活動。另外，休熱期間真儕人攏真愛去台東的熱氣球館，有真儕聲光的效果，也有熱氣球的體驗，這互縣議員的印象攏真深。也毋過目前展場也擱攏咧布置，議員就要求縣府的卡手都愛較美咧，嘛愛加強宣傳。再跟我們的民眾多多的宣傳啊，包含我們有這個免費的這個
車輛的接駁，然後我們每一個展館的這個主題。現場它要加強的地方就是有點急就章，速度上或者是在安排上可能有一點緊湊一些。館府強調，台東縣頭一屆舉辦博覽會，主要是以慢經濟做核心的內容，透過展覽也閣有體驗的活動，向外界介紹台東縣這10外冬來進步，嘛來促進觀光。目前展場的布置攏要完成咯，預計第2、2會來升試營運4天，來做正式開幕改善的參考。記者綜合報道。來看在中國舉辦的亞洲摔力走標錦標賽，台灣男子代表隊在決賽時是走38秒41，拍破全國紀錄，摕到銅牌。另外，博勝巨 WB 杯中國站女子60公斤級金牌戰，林玉婷是摕到銀牌哦。閣有在2026亞洲體操錦標賽，咱台灣是摕到1塊金牌，2塊銅牌。在中國貴州舉辦的2026年亞洲體操錦標賽，受人矚目的男子單槓決賽，台灣世界鳥王張家宏拄到地主甲日本對手，對抗壓力，動作流利，水開完成，落尾拍破個人生涯紀錄，分數15.500，成功完成亞錦賽2連霸。另外2個體操選手也傳出好消息，鞍馬王子李智凱展現實力，摕到生涯頭1個亞錦賽個人獎牌。洪元禧也佇男子雙槓決賽閣摕到銅牌。這屆台灣男子代表隊摕到1塊金牌、2塊銅牌，所落來國際比賽攏真有信心。再來看博勝巨比賽場 WB 中國站女子60公斤級金牌戰，林旭婷贏戰哈薩克格拉費耶娃，落尾第3回合拼盤以2比3拍輸，也毋過還是摕到銀牌，備戰9月拿戈亞亞運。落尾來看電競比賽，佇中國肇慶舉辦的第2屆亞洲接力錦標賽，男子400公尺決賽，台灣代表隊傳回好消息，靠賴必祥、陳文甫、黃祖君甲關吳顏明，摕到38秒41的成績，拍破全國的紀錄，也摕到這屆比賽的銅牌。台灣選手繼續佇國際體壇展現光彩。記者綜合報道。來看帕金森氏症的患者，因為無法度維持平衡，所以常常跋倒。過去使用深部腦刺激療法，雖當來改善症狀，也毋過對行路袂知的改善效果是真有限。瑞士的研究團隊就利用 AI 技術發展出新型的腦刺激療法，會當來提懸患者的平衡，所以行路袂知的狀況會改善真多。畫面中帕金森氏症的患者，每一腳步攏行甲搖搖擺擺，這嘛是傳統深部腦刺激術無法度完全解決的問題。過去放入去大腦深部的電極，敢來當用固定的頻率繼續刺激，減輕皮皮挫或者是骹掌傷硬問題，也毋過改善行路袂知，這效果真有限。Symptoms that do not respond as well as we would like to, and among others, the symptoms that usually don't respond so well to DBS are what we call axial symptoms, so symptoms affecting the whole body, among which you have gait and balance problems.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瑞士洛桑聯邦理工學院的團隊就利用人工智慧研發全新的腦刺激的療法，利用40位患者的資料去訓練 AI 演算法，精準辨識大腦當中跟動作有關係的相關信號。若是偵測到患者的動作改變，在短短幾秒鐘以內，就讓即時調整出上適合的刺激強度。If my patient is walking, we're going to go and stimulate the best possible for walking. When my patient sits down and starts eating, we're going to deliver the best stimulation for that. 這上新的研究刊在自然醫學的期刊頂懸，研究團隊講，新的療法上介厲害，就是會使按個人的狀況去調整。For the 4 patients, I insist on the personalization part. So far, this allowed them to walk better and to be more stable, to avoid falls and this kind of things. 研究團隊坦白，這新的療法需要閣進一步改善，也閣長時間的臨床檢驗。毋過嘛已經予帕金森氏症患者的治療帶來新的希望。如果講若會使順利來推廣，還是會使予當年承受帕金森氏症之苦的人，重新找回來穩健的腳步。公司新聞林義柱編譯。法國巴黎聖母院對岸塞納河邊哦，最近有新開一間叫做娜娜的水上冊店，有超過5000本冊通借來看，加閣有賣酒放音樂，和民眾會當佇塞納河邊一邊看風景，一邊看冊，是真享受。
我伫巴黎聖保伊對花這隻長料船啊，看起來普通。今日船艙煞別有動天，冊架沿準新一路排，民眾簡單揀一本冊，就會當佇甲板頂頭欣賞聖河河景，更能享受活動的時間。Donc Nana, c'est un nouveau lieu littéraire, c'est une péniche littéraire. Le soir, elle devient même festive. Nana 今年5月開幕，未來10檔攏會規劃定點停泊，除了活動空間，船頂閣規劃文學講座、作家交流等等的活動，希望吸引更較儕少年人走入思鄉的世界。Parce que la scène, elle a toujours inspiré beaucoup les artistes, les poètes. Donc ça avait beaucoup de sens de mettre cette péniche littéraire sur l'eau. 這毋但是網前打開景點，閣較是實實在在的文化基地。船艙內讀冊會專區精選超過5000本的作品，各類經典攏總有。Différents types, donc là nous avons avant tout des autrices, on a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classique, de la littérature étrangère, des essais, de la poésie, du théâtre. Et c'est ici que nous organisons tous nos événements littéraires. Donc, 上特別是，這袂是一個共享的冊箱，看冊、借冊、換冊，攏總會使。Moi j'aime bien dire que c'est vraiment un peu comme une grande boîte à livres, c'est-à-dire que les gens viennent en emprunter et voilà, ils sont pas obligés de le rendre et ils peuvent venir en déposer. Donc ça fait un format un peu original puisque on est peut-être la plus grande boîte à livres de Paris. 這是安靜的冊店，暗時是文化酒吧，這種拍傳統冊店這項的創意，成功收穫下世代、下各界各路遊客。J'aimerais même que ce soit appelé à plus se développer, de mêler le fait de passer un bon moment avec des amis en buvant un verre et en même temps pouvoir parler de livres de manière très concrète. 一後酒、一本冊，加上巴黎聖保院的禮道景致，最上冊店當點到更較儕人活脫熱情。公視新聞林義柱編譯。來看中度風颱米克拉豆豆挖進台灣哦，氣象署表示講，明仔載有可能會增強做強烈風颱。明仔載太平洋高壓減弱，風颱會往北。拜三、拜四這兩天上挖進台灣，各地就會開始落雨。也毋過，因為風颱是離台灣真遠，所以應該是袂直接影響到台灣。這幾天的日頭赤熱熱，氣象署講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影響，拜一到拜三攏是相當的好天，高溫會有36度以上，敢若部分地區會有短暫陣雨，也是雷公雨。在禮拜三以前來講的話，都算是屬於是高溫炎熱的一個天氣形態。我們可以看到，像是在整個西半部地區來講的話，都是可以來到35、36度左右。然後在東半部地區，則是在32到34度這樣的一個溫度。然後在外島地區的話，只是在30、31度這樣的一個溫度哦。那我們要特別提醒，就是說，像是在整個大台北地區以及中南部的近山區哦，還有花東、中部這一帶的話，都是容易會有36度、37度以上的一個高溫出現。但是拜四開始，受風颱米克拉甲鋒面的影響，就會變天啊。氣象署表示，各地落雨的幾率會較懸，等到禮拜才會轉雨。那禮拜四的時候，隨着這個颱風最接近台灣的一個時候，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整個天氣上來講的話，都算是比較不穩定的一個情形。那包括像是在整個西半部地區跟宜蘭地區的話，都是容易會有一些局部短暫陣雨或是雷雨。那禮拜五、禮拜六的時候，雖然說颱風逐漸的遠離哦，不過在這個鋒面系統的話，還是在這個台灣的北部海面哦，所以在整個天氣上來講的話，都還是比較不穩定的一個狀況，各地都還是會有一些這樣的一個情形出現。那只要到禮拜天之後的話，這個天氣上才開始會有出現好轉的一個狀況哦。氣象署預估，風颱米克拉可能會在拜二變作是強烈的風颱，拜四會往台灣上近。不過離台灣要是有400-500公里遠，發布海上警報的幾率較低。不過受風颱外圍的環流影響，拜二到拜五基隆北海岸、東部分沿海甲恆春半島可能會出現大雨，請民眾特別注意。記者顧耀基、林秀凱台北報道。下半部的天氣來看各縣市詳細資料。北部地區上低29度，上懸37度；中部地區上低31度，上懸35度；南部地區上低30度，上懸35度；東部地區上低29度，上懸33度。外島地區上低28度，上懸31度。再來看未來3天的天氣。感謝
謝觀眾朋友收看《公視台記台》播新聞，我是陳淑君，明仔載播3點，咱再會。